靜觀呼吸放鬆法，請用舒適嘅姿勢坐低，俾雙腳自然咁樣平放喺地上，膊頭放鬆，雙手可以放喺扶手，或者垂放喺大髀上，可以眯埋眼，或者望住前面地板位置。而家留意一下你身體嘅感覺，如果覺得有唔舒適嘅地方，可以略做調整。而家嘗試將注意力放喺鼻孔，感受空氣吸入時微涼嘅溫度，呼出時暖暖嘅感覺。唔需要刻意改變呼吸嘅速度，只要自己覺得舒適自然就可以。而家我哋可以將注意力放喺腹部，感受呼吸時候嘅一起一伏，吸氣時自然擴張，呼氣時自然咁收縮，覺察一吸一呼之間呢啲變化帶嚟嘅身體感覺，唔需要特登去控制，只需要自然咁一吸一呼。想象一下，隨住一吸一呼，我哋吸入嘅空氣正在流經我哋身體裏面嘅緊張、焦慮、疲勞，然後係呼氣嘅時候，一齊將呢啲感覺呼出體外。隨住一吸一呼，將任何感覺到繃緊嘅部位慢慢放鬆落嚟。當你完成咗身體嘅放鬆，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擘大眼，結束呢一個練習。